吼，让个咱陪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学乐上帝。咱先来唱第一集。因光归地心被上帝，因光归心行上帝，因光归地心信上帝，因光归三位一体，因光上帝，因光主高望万世。好，来第二集、第三集，咱来用塔的预备开始。因光归地，因塔的啦，下主。洗咱罪过无下主，因光归地属咱的主，甲主作王万年久。因光上帝，因光主替咱献祭。第三集继续读来，因光俄落到万年，敬天赛做甲。因是国权因光无尽无穷，俄落充满宇宙中。因光上帝，因王的王到万世。之前有跟咱分享过吼，那个作文的作是做，吼然后做事的做是做，安尼，好，所以咱。第二集来唱到第三集，第一个音就好了，谢谢。预备来，因光归地跳万的主，虽然罪过无下主，因光归地上万的主，讲主作王万的久。不是做王哦，好，来，请搁献到信息495首，信息第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咱做伙来听第一集。唱第一站时阵，发现敢若唱到第二段，大家想起来这是啥物信息吼？敢若伤久无唱吼，敢是有唱过？有进前捌唱过的野唱，我看一下。哦，原来一点点嘛，好，袂要紧。好，这首信息的旋律真特别吼。咱若是有手头有信息的，当影一下，即个词甲曲。是1680年德国的旋律，所以伤久进前啊，所以咱袂晓是真正常的代志吼，袂要紧。咱搁来唱第5集，第5节，第5集。
就是因为这个旋律敢若声音较悬，所以会当安怎唱低八度不要紧吼。所以咱会当用咱会当唱的声音做伙来回应上帝的听。只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与早起时的礼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就是咱要开始三场台语的礼拜。亲近上帝，伊就亲近恁。恁犯罪的，就洗恁的手；两阴心的人，就清去恁的心，就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三个人吟圣诗，圣诗179首，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
这时，请咱游玩兄弟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切女玛利亚出世，丢比勒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向高活。咱们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佮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三角来启用，启用文12篇，启用文12篇也是4篇40篇，伫圣诗后面1019页。现着我来启，兄弟来引。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迷中，甲我牵起来。伊甲我吟新的诗，唱儿乐，唱歌儿乐咱的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有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这是咱同心三角的祈祷。至圣的天父，创造万物的主宰，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活命甲平安，互阮通用欢喜的心来调见你，各用慈悲遮看阮一切过失，互咱信靠的人通得到稳定的愿望，保守阮无互困难拍败，伫基督内面有安慰甲平安。当伫新的一礼拜开始，阮搁一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恳求你赐阮智慧的眼光，互阮伫新的一礼拜的安排，无论工作、家庭生活，拢通达；互阮伫困难甲阻碍中，看见你丰盛的恩典，经历你大气力的作为。今仔日是常年事工纪念主日，阮感谢你，伫阮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时刻。求你祝福桃园教会常年的事工，亲像圣经所记载，伫你带领的，将你的大权能指示一切将来的人，长辈的智慧加能力，成做桃园教会的荣耀。这时，阮搁要对你的话领受你的教示，恳求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用油抹吴牧师的喙。互伊所传达的信息，刺察阮的心，成做阮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这时，三角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11章25节到36节。罗马书11章25节到36节。现代中文译本是176页，现代台语译本是348页。现着我来读，兄弟姊妹，我爱恁知即个奥妙的真理，
才袂想讲家己是聪明。这个奥妙就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疑心，到外别人归主的数目满为止。安尼，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照圣经所记载，拯救者会对锡安出来，伊会拄起雅各的不虔不义。迄时我要拄起因的罪，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28节，一方面对福音的观点来讲，以色列人因为恁缘故成做上帝的对敌；另外一方面，对竞选的观点来讲，因为因祖先的缘故，因成做上帝所疼的人。因为上帝恩典甲竞选袂改变，恁外邦人以前无顺服上帝，现在因为以色列人无顺服，恁才得到怜悯。相反，因为恁有得到怜悯，因现在无顺服上帝，是要互因嘛会得到怜悯。上帝将所有的人拢关伫无顺服的状态，是为着要怜悯所有的人。上帝的丰盛、智慧、知识，哪里那深沉啊！恁的判断学得推测，伊的道路学得找着。什么人知主的心意？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什么人捌先互因什么，因就报答，伊就报答因。因为万物拢出伫伊，倚靠伊，归伫伊，在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阿们。圣经读到这，这时咱要请上面团契来学乐，因今仔要学乐的诗是我专心信靠主。
正道，今仔日吴牧师要分享的主题：上主无后悔。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今仔日是咱教会的常年事工纪念主日，随上也是瓦郡这个重阳节。我妈妈昨昏对台南坐高铁来，然后来的路人，伊就甲我讲，伊讲伊最近甲一位65年前的老朋友见面。65年啊吼，过65年，迄个少年的时阵，我妈妈伫台南芳集伫遐做护士，所以就因带拜六礼拜，就带一寡基督徒的遮个芳集的遮个同事，就去东门教会服侍聚会，或是去后甲教会服侍聚会。所以伊最近拄好听着讲，有人要找伊啊！65年前，我拄咧想讲，迄个这世间有真侪人活无65岁呢，对吧？我相信咱拢知影这样代志。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会当甲65年前的老朋友见面，真正是一种 surprise。我妈妈讲的吼，伊照伊的话讲，总是某一个部分。这嘛咧提醒咱，其实咱伫这个世间活的日，不管偌久，其实咱拢爱感谢上帝。特别每一天拢有上帝的赏赐，咱会当互相伫这个世间安尼拄着，然后互相伫遮吟诗学乐上帝。我相信是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绝对的恩典甲祝福。所以我要即时要邀请你，甲你附近的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愿上帝恩典，互你逐工拢勇行。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因为阮知影，阮活伫这个世间的每一日，拢是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珍惜现在阮腰底喘气的时阵，帮助阮，互阮逐工活出上帝的荣耀甲快乐。求上帝赏赐智慧，互阮逐工活伫你的光、你的话、你的听的内底。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罗马书11章25节，咱做伙来读保罗伫遮所写，咱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爱恁知这个奥妙的真理，才袂想讲家己是聪明。这个奥妙就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硬心，到外邦人归主的效目满为止。伫新约的圣经内底，二比其实是二比啊吼，原文是二比。二比这字有出现28解，大部分拢出现伫保罗的书信内底。伫遮是来翻译做奥妙的真理。这字其实真特别，是当时的神秘宗教用伫因的仪式内底。所以当时是神秘宗教咧使用，然后咧表达一种什么话叫做二比？二比就是话语讲袂出来，无法度形容的一种体验，或是在目。所以保罗对神秘宗教的迄个仪式内底照用这字，要来表示讲，若毋是上帝启示，无人会当知影。的真理，你讲我有一个二比要甲恁讲，要甲罗马的信徒讲，毋茫恁毋通感觉家己真巧，因为虽然部分的以色列人心硬，总是这只是时间也未到。
事实上，伫这张批的一开始，保罗就安尼讲：罗马书第1章16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安尼讲哦：上帝福音大先是临到信的犹太人。阿伯拉罕身躯顶头，然后才来到外邦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大能力，但无可能将这个福音的次序搁一遍的反转，有可能吧？对上帝来讲，拢是有可能的。所以保罗认为，上帝的大能力一定会搁反转。福音来到外邦人了后，嘛会阁转来到犹太人身躯顶头。罗马书第11章的25节上尾迄句，应该是翻译做“听候到外邦人的丰满临到”。咱来知影，这字伫罗马书11章的12节已经出现，这字叫做“补足”，就是完成。所以历来其实出现真侪讨论，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保罗伫遮所讲的丰满，意思就是外邦人信主到某一个上帝有定的数量啦。第二种观点，有人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咧指福音临到所有外邦的所在。第三种观点是，阁有一种观点是认为，要紧的不是数量，是指伫外邦宣教达到绝对性的成功。所以不管安怎，这个拢是咧讲外邦人对福音有真正面的回应，会当来激动。引发以色列人来接受基督。罗马书11章26节到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照圣经所记载，拯救的会对释安出来，也除去雅各的不虔不义。迄时我要除去因的罪。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保罗主要是引用以赛亚书第59章20节到21节，伊伫遮要提起一项代志，先知讲拯救的要对释安出来，就是指基督，伊要除去以色列的罪，所以保罗确信这项代志。伫上帝怜悯恩典内底，以色列要对无到丰满受接纳，亲像死来割我，重新接上上主的这条基。克兰菲德牧师强调这项代志。罗马书11章26节到27节，经文本身并无出现任何赞成建立现代以色列国的内容，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是有人的使用26节到27节来支持现代以色列国来建国，总是这完全扭曲经文所要表达的代志。其实经文所要表达的代志，这个奥秘。其实是讲上帝绝对袂后悔甲人所立的约。罗马书11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一方面，对福音的观点来讲，以色列人因为恁的缘故，诚做上帝的对敌；另外一方面，对竞选的观点来讲，因为因祖先的缘故。因诚做上帝所疼的人，学者认为，伫遮所讲的福音，
应该毋是指福音的信息或是内容，是咧指福音伫这个世间宣扬的过程内底。虽然，所以福音是安尼哦，福音宣扬的过程先到阿伯拉罕，然后阿伯拉罕相信的人，犹太人相信的人，慢慢减少了后，外邦这信的人来得到福音。所以这时是目前遐无信的以色列人，甲上帝变做对敌。总是这是上帝的奥秘，要互外邦人来得到好处。这时因暂时正做对敌。总是因为对列祖的应允，上帝犹原听因。罗马书11章2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上帝恩赐甲竞选未改变。加利文是安尼解说这节，伊讲恩赐甲竞选若照语言来迄个原文来理解，意思是竞选的恩赐，所以保罗认定上帝旨意坚定不移。过去捌有这个意思，要竞选因做伊特别的国民，对迄时了后，上帝就绝对袂毁坏伊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近代学者虽然对加利文这款的诠释有一寡意见，总是认为事实上是保罗伫遮所要表达的，就是上帝的信息。伊若甲咱立约，伊过去甲亚伯拉罕立约，伊嘛有可能伫每一个时代甲人立约。当上帝甲人立约了，伊就袂后悔。伊就袂后悔，这就代表上帝的信息。罗马书11章30节到3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外邦人以前无顺服上帝，现在因为以色列人无顺服，恁才得到怜悯。同款，因为恁有得到怜悯，因现在无顺服上帝，是要互因嘛会得到怜悯。哦，这种话吼，可能咱读起来感觉真怪啦，吼，真奇怪。保罗其实是使用一种对比，或是交换来的这种文学手法，来讲这项代志，讲上帝无后悔。因为不管外邦人或是犹太人，上帝拢伫因无顺服的时阵哦，来怜悯因，对无？咱若安尼读就知影，不管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上帝拢伫因无顺服的时阵来怜悯因。所以保罗相信，这毋信的犹太人，就会亲像遐过去无顺服的外邦基督徒，到尾拢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罗马书11章3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将所有的人拢关伫无顺服的状态，是为着要怜悯所有的人。Christomo 这位初代的基督教教父安尼解说，保罗伫遮特别彰显的其实是人迄种无顺服的本性。约翰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伊讲虽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拢受关伫无顺服的家牢内底，总是拢会伫上帝的怜悯内底得到自由。所以近代学者嘛认为32节拄拄好是规段的结论。这规段是对倒开始，对第9章开始，对第9章到11章的一个
结论。曾仕汉这位新约的学者，近代新约学者，伊安尼描述，伊讲保罗伫遮所讲上主无后悔，可能是圣经内底上强烈来描述上帝不变心意的内容。总是，请问上帝敢会改变伊的心意？请问，我要问大家，你感觉上帝敢会改变伊的心意？有嘛有可能哦。你安知是安怎？咱捌读过约拿书，约拿书先知约拿就伫迄个树骹上帝抗议啊！啊，上帝，你毋是讲你要来毁灭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毋是你讲过？你讲你要毁灭啊？是安怎？是安怎？你要留因的性命？那安尼听起来，改成上帝会改变伊的心意，但毋是咧。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就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人伫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文化处境内底，咱拢有可能亲像约拿共款，上帝抗议啊！上帝你是安怎？或是亲像以利亚对上帝失望。伊伫迄个树骹求死啊！祈祷讲：上帝啊，你着互我死死的，准拄煞。不管咱是抗议或是失望，亲爱兄弟姊妹，咱拢爱知影一样代志，咱拢爱伫敬畏上帝内底来明白这个奥秘。敬畏上帝不只是理解、了解，用知识、理性去了解上帝的作为。敬畏上帝是更较爱伫迄个无法度了解、无法度了解上帝心意的时阵，又愿意倚靠伊。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因为敬畏伊，就会互咱无只有停留伫财物。会当知影，搁较深来知影上帝的怜悯甲伊的疼，透过安尼来活出咱的信仰。所以保罗要对咱讲：对，上帝对人的拣选甲疼，毋捌后悔，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相是，所以伊相信，上帝搁较无可能将以色列排除伫伊的恩典以外，所以刷落去，保罗就吟唱一条恩典的歌，来学到上帝。学者认为，这条学乐的歌，咱爱知影，咱伫圣经内底读到真侪学乐的歌，亲像腓立比书第2章迄个基督学乐基督的歌。真侪学者是认为，迄应该是初代教会时阵所吟的歌。总是这段，较毋是哦。这段保罗伫遮吟唱这条歌，有可能比较较是伊家己所写。伊用写这条歌来做整段规段的结论。罗马书11章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丰盛智慧财物，偌年啊深沉啊！伊的判断恶的推测，伊的道路恶的找着。保罗唱讲，上帝丰富的阳光，伊自主的怜悯，要好款待所有一切求救伊的人。所以认捌伊，总是入捌伊那深，搁较无法度知影伊的决定甲伊的路是遮尔深沉。就亲像克兰菲德是安尼描述，伊讲上帝的道路，虽然有时阵咱的时亲像是恶秘甲黑暗，甚至有当时啊，咱会感觉太咱拄到的是冰冰冷冷。总是迄个
尽头是上帝顺遂甲坚决的怜悯。罗马书11章3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什么人知主的心意？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这差不多达字出对以赛亚书40章13节，罗马书11章3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什么人捌先予伊什么，伊就报答因。这却出对约伯记的41章11节。咱来知影，这个诗其实这种诗人所吟的歌啦。这个诗所问的问题，答案拢是无人。无人会当知影上帝心意，替伊出主意。伊嘛无亲像人需要行人什么货，只有人才会欠人，对无？总是上帝无需要行人什么啊？罗马书11章3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万物拢出自伊，倚靠伊，归伫伊，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阿门。这就是这段的上话。主后第2世纪的斯多亚哲学家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我安尼讲，可能咱唔知影伊是啥物人。咱若捌看过电影叫做《Gloria》神鬼战士，伊就是其中迄个罗马皇帝互伊的囝抬，然后篡位的迄个王啦。咱若捌看过《Gloria》这出电影就知影。这个马克·奥吕瑞其实是一个斯多亚的哲学家。嘛是当时罗马帝国上出名的皇帝上尾一个，伊死了，就无人迄个罗马帝国就慢慢的下面来沉。伊是安尼写，伊讲这是斯多亚哲学家的看法。伊讲宇宙啊，万物甲我和谐，甲你和谐，伫你。拄好诶，无一个对我伤早也是伤晚。大主人啊，你的贵节所带来一切，拢是互我的果实。万物拢对你来，我靠你来生出来，搁归伫你。当时哲学家所学到的宇宙，其实就是大主人，伊目睭所看到的大主人。当时保罗伫遮是完全无共款，伊吟唱的是上帝，才是万物的主宰。伊创造、维持甲治理一切，愿荣光直到永远。伊的奥秘，就是伊全人良善、怜悯甲信息，伫伊的恩典中完全无后悔。杨腓力这位基督教的作家，近代基督教作家，伊安尼写：伊讲人分做两种，伊讲毋是义人甲罪人，毋是，是两种无共款的罪人。一种是承认家己有罪的人，一种是承认家己无罪，毋愿承认家己有罪的罪人。约翰福音第8章就描写这项代志。伫圣殿的迄个院内底，主耶稣伫遐咧教示人，总是法利赛人甲文士将一个行奸淫中了后，互人掌到的妇人人，绑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咱来知影，照当时的风俗。行奸淫，互人抓到，这个妇人人的顶半身应该是无穿，用安尼来成做伊见效的记号。
这个负责人是用双手抱胸坎的姿势，伊就倒伫众人行遐，倒伫众人甲耶稣的面头前。咱来知影，照摩西的律法，犯奸淫爱互人用石头拍死，总是这毋是一个人的问题。咱来知影，若行奸淫，意思就是两个人。那安尼，请问另外迄个人伫倒？另外迄个查甫伫倒？那照摩西的律法，其实查甫人嘛共款爱负起责任。总是约翰表明，即群人的目的，即群人其实想要陷害耶稣，就是照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6节所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讲是要试探耶稣，通找空芳甲伊过。啊，是安怎会当过？即群人是安怎会当过？因为摩西的托拉，摩西的律法。讲应该用石头拍死，总是罗马政府其实当时禁止这样代志。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到底是要顺服罗马，还是要顺服托拉？特别迄时阵，因是伫圣殿内底，所以这个时阵，主耶稣的回应就真特别。耶稣做一项真特别的代志。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举落去，用指头啊，伫涂骹写字，举落去，然后呢，用指头啊伫涂骹写字。咱来知影，这是福音书内底唯一讲到主耶稣写字的所在。伊选择写伫刷涂骹。咱来知涂骹是安怎？涂骹是任何人行过一阵风，也是一阵雨过，迄个亲像无去安尼，对无？写字是安尼。然后美国早期真出名的导演叫做德米勒，伫伊当时所拍的一出电影叫做《耶稣的生平》，内底是安尼。迄电影是安尼做吼，伊讲嘛做到即段啦吼，然后讲耶稣伫迄个山顶头写无共款的罪，所以一开始写奸淫、害人、骄傲、贪婪、欲望，然后主耶稣每写一个罪，就几来个人行开，哦，真趣味啊吼！迄个美国的迄个电影吼，早期的电影真趣味啊吼。总是这真明显就是药的啊，这用药的。药讲耶稣写字到底是咧写啥？所以足侪人拢咧讨论讲耶稣写字是咧写啥？因为经文咧对咱讲，当时耶稣只有点，伊就写字尔。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叫做希尼是安尼讲，伊讲主耶稣其实是咧做时间的记号。我认为这甲意大利的近代神学家叫做阿格本，伊所讲的弥赛亚时间其实真类似。阿格本伊讲照罗马书第5章14节一直刷落来所讲的。通过亚当罪入世界，总是通过弥赛亚稳定甲充满人的内底。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遮个真侪人咧喊话的中间，约翰福音第8章第7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就徛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侪人先摕石头甲伊钉，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主耶稣开喙，直接就讲述其中的一种人，这种人叫做愿意承认家己有罪人。
然后伊搁鼓落去，继续写字。所以主耶稣咧写字的过程，有可能伊嘛无写啥物话，伊只是咧听候人弥赛亚的时间到，伊咧听候这个控告的人，一个一个醒来，知影家己的罪来离开，然后听候。这围伫边仔讲要钉死这个负责人的人醒来，当因知影的时阵，这就是因的弥赛亚的时间到，稳定的时间来。上尾只有剩这位负责人，主要说是安尼问。约翰福音第8章第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负责人因伫倒位，无人甲你定罪是无？伊因讲先生无。所以主要说其实是对这个听候想讲，互人要用石头钉死真惊吓的负责人，发出绝对宽容稳定的话。因为约翰福音书第8章11、12段。主耶稣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讲：我嘛无甲你定罪，你回去以后唔通搁犯罪。这就是这个负责人弥赛亚的时间到。上帝的心意以及伊所留的时间，拄拄好，伊是要催逼咱来悔改，透过伊。这个稳定的门，互咱行入去。伊为着要疼咱，要叫醒咱有罪的意识，目的是要互咱得到逃亡。然后人逃亡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亲像这个互人当场撞到的负责人。互人当场撞到的负责人有一个心态，伊无法度搁为着家己来辩解，讲我无罪，对吧？伊无法度，伊嘛无喙通讲我无罪。互人当场撞到，就亲像咱，当咱愿意坦白家己。会毋对，坦白家己的罪性，就亲像一个认清家己是啥物病的人。无，咱也未认清楚家己是啥物得到啥物病，咱无法度得到医治。我相信咱大家拢知影这样代志。咱爱承认、清楚知影咱得到啥物病。若无，咱无法度得到医治。就亲像食酒的人，除非承认家己的罪，我就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若无，无法度医好。对遐个真够道险、真够好定的人、好人的人，需要有人继续伫涂骹写字，听候因来悔改。所以需要有人持续听候，持续伫遐，甚至就亲像这个导演所写的讲，你爱知影你的罪性的真相。事实上，主耶稣已经先做这个示范，伊伫这个山顶头写字，用行动咧对咱讲，伊咧等待咱悔改，等咱悔改，伊要听咱。除非通过伊这个弥赛亚的时间稳定，才会找到咱。愿咱每一个人弥赛亚的时间已经来，那安尼伊的稳定一定会伫咱的生命中留落痕迹。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影
阮即群有侪人，有时阵阮承认，有时阵当阮无去互长着的时阵，阮就毋愿承认。阮离开你远远，求上帝赦免阮，帮助阮，互阮伫每一遍弥赛亚的时间来的时，你等待阮回头反悔，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通过你来得到稳定。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这是咱要个来三角吟圣诗495首，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上帝是我一切愿望，请起立吟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天空我是拢无你，我经过万世运动，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应倚起。调我心事归向你，人所夸口世间烟花，都嫌关系袂通靠。着我所起光灯管他，变成土灰。就回无，只有被眼的地，伊做我健康也多。上帝主爱永无变化，智慧结起而推前。眼光我命，过去将我对无作有随高点，新世界兴起来，地主民间来敬拜。全能上帝救赎万民，日日好乐无欠亏。主的旨意，好人我以大为快乐来敬贵。我因爱对主来，我以天下已安排，咱着对永远的上帝是上奉献感谢祭。真心阿拉称赞天父，以水圣家来降世，主叫咱着顺传，第一脚步稳平安。兄弟请坐，这时要来奉献，请苏依林、尹立芳接受来施献。
这请起立，咱们来吟奉献的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献上我们的金钱，求你来悦纳。也希望这些金钱能为教会做更多合你心意的事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兄弟请坐。时来报告的大声，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两遍。伫节目单，咱的听书单的头一面，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袂改变。罗马书11章29节，请。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袂改变。罗马书11章29节。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袂改变。罗马书11章29节。请掀开咱的周报，10月份第周中集是赖建成苏怡玲甲陈美智咱这个下周的复赛，请咱家己看周报顶面周间的聚会甲主日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明细，然后出入的请往办公室也是相关的中集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双联曙光纪念主日，请为新德中会双联部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下面咱要请牧师来主持这个重阳敬老兄弟的这个仪式。好这是我要请小会员，好不好？来小会员来斗相共，就是讲会当咱在座超过70岁的兄弟姊妹在座吼，请起立好不好？若无方便徛起来不要紧啦吼，无方便啦徛起来嘛坐咧吼，举一手，互阮知影吼。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的小会员来对，请开始吼，请开始吼。摕到的当坐落来吼，拿到就可以坐下来吼。会使吼，无会籍伫遮拢会使吼，拢会使。在座只要超过70岁，咱就有资格领受这个荣光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荣光吼。超过70岁，其实是上帝所赏赐真大荣光。摕到了后，就会当坐落来吼，无要发徛啦吼。只是讲，互阮知影你伫倒，阮来送一个要摕到了就会当坐落来吼，摕到了就会当坐落来。多谢。咱若还未摕到，请唔通客气，请爱挥手吼，若无方便，嘛会当挥手，互阮知影吼。好吼，即时咱要做伙来为着咱中间的士大人来祈祷，吼。我嘛要邀请咱年会到，咱嘛会当为家己祈祷吼，为家己的身体、家庭来祈祷吼。即时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你赏赐阮中间真侪士大人，因的年会，因的身体臃肿，主求你特别怜悯，当阮中间的士大人。
伫阮中间的时阵，主求你特别甲因做伙伫地，帮咱夫妻就待命，因为阮知影，阮生命中到某一个时间，拢是上帝你所想事的稳定。求上帝也帮咱夫妻，互阮活伫这个世间每一日，拢通领受上帝你完全的祝福，帮助阮日日活伫你的内底，帮助阮真正有上帝你的气力持续甲阮逐工做伙伫地，直到阮要见你的面迄天为止。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这个咱有一点仔报告吼，要先报告还是要看影片？先报告。好，先报告吼，咱请传信长老来，咱即摆上人团契会长，咱拍婆仔来报告咱上人部的时间吼，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上年咱也看迄个周报吼，只有记录的。他103个啦吼，只有记录的103啦吼，阁有一寡是无记录，所以就会当看出这个高龄化吼、超高龄化吼，伫咱社会、伫咱教会，这是真普遍的现象啦吼。阁长期以来吼，咱教会嘛为咱这少年团契吼来奉献。来带导，来关心，特别吼，年岁啦到一个阶段吼，身体慢慢就开始会败坏啦吼。但是咱知上帝话有咧讲，咱的内心是日日新，搁较新就对啦吼。身体是外在，但是内心是永远吼。这确实要紧，嘛，咱大家咧替咱上人来祈祷啦吼。第二项就是要互咱知影，照总会这个上人团契的资格，上人的会员的资格吼，总会定是60岁以上哦，毋是70岁哦，60岁。这个意思是啥？因为你若即摆阮这上人平均我安尼甲普统计吼。差不多80岁啦，吼！即阮遮有93岁、92岁、93岁吼，80岁真济啦，吼！平均有70几岁，平均拢差不多是80左右啦，吼！所以实验社总会定这60岁，我顶届上年时间咧开会，来定到60岁，才少安尼就对啦。意思是啥？互一寡较少年的吼，来帮咱遮较老的商人哦，少年商人来帮助老商人，那个扶持啊，洗车啦，创杀出外关心照顾我问迄个总安来定60岁这有这个原因啦所以那65岁是咱政府规定，都有领迄个敬老卡，你也知影意思无？所以咱教会嘛，做超过65岁嘛袂少啦。今仔日遮周报有写着103个你也想，可以想象70岁以上，这第三，阮聚会的时间啦，是少年团契，全部联合做伙是逐个月的第一礼拜，第一场的礼拜刷伫701咧聚会。其他的礼拜，阮是分做2组小组的时间就对啦一组伫701，一组伫2楼叫做加热小组一个做盼望小组拢伫遐咧分享内容大部分等下咱的影片会甲咱放一个影片，咱来看内容重点就是互阮商人伫到即个年岁较侪的时阵会当认捌上帝话背金句背金句，唱诗歌娱乐，做一寡身体健康复健搁一寡出外身心灵的健康
啊，等下透过咱的影片，咱做伙来欣赏阮聚会的内容，甲小组的内容，那个雨桐。真精彩啦阮这少年的生活聚会啦咱刚看的影片，咱嘛知影真精彩真活泼啦当然，这个是咱教会的生活伫这服侍伫咱这团契的生活。另外，佫有参加新德中会举办的生活像迄阵咱有看到中越去越南啦咱教会有20个少年参加。这嘛是出外做伙甲中会遐商人做伙联谊，佫有一寡去北德教会一个献诗联谊也是一个联谊巴德教会咱迄阵对迄个影片内底嘛会看出毋是干那离咱内底尔咱教会嘛有出外去行行看看巴德森林公园去做一个野外的礼拜以上报告，多谢各位这支持谢谢关心。咱多谢少年团契今仔日特别引带咱来敬拜咱起立，咱甲因拍鼓好无？请坐。继续持续做时间的报告、消息的报告。10月份定期的中执会是书面的报告，请国部将报告交到办公室来做回检中执的当天10月23到24的共事营的说明会，伫下昼1点，伫701的教室
来召开，请新旧任的中级同工三甲参会。小会伫共事营的说明会了后要召开，请小会员参加。下主日10月19是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的主日，请为长老教会教育事工来关心代祷加奉献。关怀部的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的教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小会报告：2026年中级当选的名单依票数来排列。长老是穆桂英长老，执事是黄慈辉执事、蔡乃平弟兄、任珍妮姐妹加刘阔辉。教会消息福音之声音乐会伫10月19日下晡1点，伫咱教会4楼礼拜堂要举行。演出的人员是 Tony 老师、纯洁老师、林文川弟兄、洪颂恩姐妹。歹势本场的音乐会是免费入场，欢迎大家来参与。另外，伫福音桌球联谊会是伫11月7拜六9点到下晡2点，伫教会6楼的副堂要来举行。欢迎来报名参加，有挑战组加欢乐组吼。报名的时间到后礼拜吼10月19日早止。代祷事项请持续为着花莲这个光复乡的洪灾吼来奉献加代祷相关的奉献请这个户名伫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东部中会吼这个划拨账号请咱家己来看。另外是教会140周年的系列的活动的预告请咱持续为遮来做备办心加准备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吼。咱后礼拜礼拜日下晡，就是礼拜3 1点，所以后礼拜吼，这场音乐会就伫后礼拜，所以邀请咱大家若有可能嘛会当邀请兄弟真侪厝边朋友吼来听，因为这场就伫咱的教会所以是免费来入场。详时咱也多谢董宇老师甲春节老师。以及其实是咱的桃园桥啦吼，因为迄个表妹应该过去嘛捌伫咱的桃园教会内底来出入所以咱爱多谢因会当透过一场音乐会会当见证上帝福音。我感觉这用福音来出声，为福音来出声。就是见证，我相信拢是上帝特别的作为，所以邀请咱大家特别邀请咱附近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听。我伫遮嘛特别大家说明，另外就是咱11月2号是咱教会140周年的纪念礼拜、感恩礼拜，所以请咱爱会记得有这个礼拜11月2号，咱会伫咱的教会内底，所以来举行，所以请咱持续。为着这个感恩礼拜来祈祷，咱迄天会做伙，咱迄天会2场会变做1场，就是9点半来开始。详时嘛邀请咱我有听讲鼓山教会因特别迄天特别用行来遮做伙做礼拜吼，所以其实是因嘛咧参详讲一寡士大人应该用坐车的啦吼，不要紧啦，不要紧，不管安怎，我相信。咱嘛，我要即时嘛要邀请咱大家会当邀请咱的咱的汤过去伫遮聚会的兄弟姊妹，像是这个礼拜咱嘛邀请过去伫咱中间捌服侍过的牧者同工以及中职同工，愿上帝帮咱夫妻透过咱做伙敬拜，真正学到上帝。伫迄天的中昼，咱会做伙食饭，所以。会办伫6楼啦，吼，咱会办伫6楼，爱特别多谢阿金兄有为着这个这场的餐会来奉献，愿上帝帮咱透过这
做伙求上帝更较兴旺咱的教会，透过兴旺教会，其实咱要见证上帝的福音就伫咱的中间。愿上帝帮咱扶持引传。即时咱要来吟上营罗尾篇的诗389首，圣诗389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俄勒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万本，一天行杀，披夜万民，永远俄勒的家兴兴。阿门。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乐灭倒。平安嘞，请互相请安，耶稣请你，愿你平安。